最后一次独当机会可都用了。好吧，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那你一定要替我好好完成云竹的心愿哦。尊敬的四皇子殿下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忙要请你帮。说。太后的寿宴，我们司这司不是要表演节目吗？说重点。等节目过后，我会带着节目的主演，也就是我的好姐妹云竹，来向你还有二殿下敬酒。你该不会喜欢我二哥吧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是云竹啊。嘘，我既然都告诉你了这个秘密，就帮我一下嘛。要我做什么？在表演结束之后呢，你就多跟二殿下待在一起，让他千万不要离席。到时候我会带着云竹过来，给你们两个人敬酒。二殿下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你就把云竹往哪个方向夸，然后呢，就让他俩喝酒。他俩喝多了之后，就可以。你笑了，你笑了，我看到你笑了啊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次的表演，从节目到内容，题材新颖又精彩，一定会惊艳四座的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万一……当然，我这儿非常欢迎某人来哭鼻子的。绝对不可能。哎，这丫头。这一次让云竹表演，甘蔗寺也答应帮忙了。只要保证太子不会犯病，我就一定不会被派到太子府了。瞧，师爷，这个是我精心熬制的益安宁汤。之前呢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太子殿下老生病吗？说实话，我在刚入宫的时候受过太子恩惠，所以一直想着要报答他。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亲手交给太子殿下？我在这宫里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。最信任的是我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亲手送到。不过，你也不问我这里面都有什么，你就送过去啊？小贾说最信任我，那我当然也最信任你了。而且不用问，就是这里一定是好东西。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这益安宁汤可是由石斛、西藏红花、鹿茸、海马、三七等足14种珍贵药材熬成的，可以缓解心悸之症，特别适合太子。原来是这样。小贾可是媲美张秀姑之人，想必这里面一定是神药。秦少，消灾符来了。指定一名角色使用，可以对其消灾解难一次。哼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师爷，你帮我把这个也交给太子殿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消灾符。消灾符？小贾，你不是说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吗？这个符可是我花了好大劲才拿到的，虽然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但是至少拿着它能让太子和太子身边的人安心一些。原来如此，真不愧是小贾，想得如此周到。那
我就送去了。拜托了。我可是按照中医课上教授教的药方配制的汤剂。太子殿下，不管你是心慌、心悸、心绞痛，通通给你治好喽。问皇嫂安，十一弟何事如此高兴？我呀，这是给大哥送神药来了。十一弟，你也知道，你大哥的身体经不起折腾，他的膳食和汤药没有经过严格的筛查，是断不能送到他的面前的。如此的话，那便筛查吧。这是什么方子？回娘娘，老臣还是孩童时，师尊就曾提起过此方。近日闻到这药香味，记忆重现，确是当年师尊口授的延寿汤，是补气活血、益肝健肾、养心安神的神药啊！进去。开门。快把手铐解开。这恐怕不合适。四殿下说了，此次能否成事，还需仰仗文壮士的帮助，务必好酒好菜伺候着。解开。是。请四皇子不要忘记答应我的事情。大人，准备的如何？请四殿下放心，我等多年收集徐贼证据，加上此次又有人证正言，我等明日联名上奏，定能除奸佞、清君侧、正朝纲，昭雪于大人当年所受冤屈，也好成全我等一片忠义之心。四殿下替恩师谢过诸位大人，耿直谏言。我等有一事不明。但说无妨。我等对抗虚贼多年，四殿下一直坚持暗中行事，为何此次不同于往常？小宝也不敢妄自猜测。四殿下近期性格大变，想来也是从文渊阁那场大火之后。你觉得四皇子知道你喜欢他吗？我天天给他讲土味情话，他也没理由听不懂。土味情话？我觉得感情这件事应该是要很认真的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要把这种心情认真传达给他，他才能相信嘛。罗冉冉，飞你！四殿下。怎么，才半日不见就想我了？我今天有一个新奇的故事，这好故事可不能隔夜，就叫你来了。说。小宝今天没有来吧？不是你不让我带他来的吗？我把他支开，办别的事儿去了。那是因为我这故事只能讲给殿下您一个人听。一个人听？什么故事？这是一个孙悟空在变成齐天大圣之前的故事。至尊玉拿着他的金刚圈，他说：“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错过之后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说：我爱你。如果一定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，那我希望是10000年。如果至尊玉能早点明白自己的心思，他和紫云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啊？”
这故事讲的一般，而且我这听故事的人还没怎么着呢，你这讲故事的人倒哭成花猫了。你真没听懂我到底想说什么吗？反正大爷一开始很看好他，后来他看你跟他关系越来越近，就让我把他杀掉。这故事嘛，自然就是故事，就是说来听听，能有什么呀？故事讲完了，我也听够了，下去吧。看来殿下今天还约了别人，奴婢告退。对不起，我得送你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在尘埃落定之前，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